家好，歡迎嚟到戲曲中心，大家下午好啊！我係今日嘅其中一位司儀，我叫謝家豪 Thomas。咁喺我身邊嘅咧就係、你介紹下自己啦。我係留白之間嘅藝術總監黃家駒。係大家好，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嘅呢一個粵劇泰斗與能劇大師跨文化對談啊！哇，呢個題目非常之犀利嘅。咁不如我哋先坐低同觀眾可以傾下偈先啦，咁樣樣。咁咧我哋今日我哋兩個喺度咧，咁其實咧就主角就一定唔係我哋啦，係咪啊？咁啊，我哋純粹嚟真係插科打諢一下嘅啫，正所謂係咪？即係如果粵劇嘅用語就係咁不過咧我哋今日進入戲肉之前咧，咁都想先作一個短短嘅引子先嘅。咁黃家駒先生你好啦，咁你係留白之間嘅藝術總監啦。咁其實都好想因為我哋今日呢一個世紀對談啊嚇，即係你個副題係傳統表演藝術的當代交響咁樣樣。咁其實即係解下題先嘅，其實都要。即係點解？即係我想問咧，就係點解會留白之間啦，你哋啦，點解會今日會搞咗一個咁樣嘅對談嘅分享會咧？其實就因為我哋留白係一個當代藝術嘅表演團體嚟嘅，咁其實我哋咁多年嚟咧，我哋都引入好多唔同嘅一啲傳統表演嘅藝術嘅 workshop 喺外國揾啲大師過嚟去做教學嘅。咁點解會咁做咧？就因為我就見到香港表演藝術界咧就成日都話當代創作，我哋要創新。咁但係我成日都會諗，我哋創新嘅時候，你都要諗下，知道下以前啲人做咗啲咩，你先可以話自己係新㗎。如果唔係，以前啲人都做過晒啦，咁你點新呢？咁所以我哋就會有呢啲，即係引入好多唔同嘅大師入嚟啦。咁古一塔先生即係桑田貴志先生咧，咁就我哋2年前已經請過佢過嚟香港度做個 workshop 嘅2個禮拜。咁而啱啱咧亦都尋日係最後一堂嘅。咁啱啱 last 2個禮拜咧都係有個 workshop 嘅。咁我就會諗下難得古一塔先生即係桑田貴志先生嚟到香港喎，會唔會有啲咩嘅嘢可以同本地嘅一啲傳統藝術可以傾下偈咧？咁樣樣，跟住呢個要多謝 Bobo 姐啦。係啦，因為 Bobo 姐係啦，咁我就同佢傾咗一輪啦，跟住佢對呢個事好有興趣喎，跟住就將我哋同阿輝哥就拉埋一齊，跟住傾多陣傾，咦好開心喎！跟住能劇大師又去咗錦田前排嗰個戲棚嗰度，佢都睇到嘩嘩聲嘅，係啦。咁大家都咁有興趣，咁有興致，咁梗係要做啲對談俾大家傾偈啦。咁傾偈就當然佢哋兩個自己傾就梗係好開心啦，但係希望就可以再同啲廣大嘅朋友再分享下，咁所以又有呢個咁活動啦。冇錯啦，真係聽到家駒講嗰個來龍去脈咧，都已經覺得非常之有趣啊，非常之吸引嘅。咁咧，我哋今日即係正如頭先黃家駒講啦，咁我哋今日嘅兩位嘉賓啦，就阮兆輝先生同埋桑田貴志先生咧，咁請佢哋出場之前咧，咁我都相信我知道大家對於輝哥咁樣都非常之認識嘅，咁但係咧都好想喺度去好簡單咁樣介紹一下輝哥同埋桑田老師嘅背景啦，咁等大家 remind 一下等大家知道輝哥有幾犀利啦，係咪？或者桑田先生其實都好厲害嘅咁樣樣啦，咁咧就唔好意思啊，等等啊。綠化水咁咧好，咁咧阮兆輝先生啦，輝哥啦，咁佢就公認為咧粵劇泰斗啊，縱橫咗演藝圈咧就已經70年㗎啦。咁而家咧就係戲曲界嘅殿堂人物嚟嘅。咁佢呢個非常之輝煌嘅好多名銜啦，譬如話24年嘅時候咧獲得呢個香港演藝學院頒授咗呢個榮譽嘅博士啦，25年咧亦都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呢個香港藝術發展終身成就獎嘅。輝哥咧就7歲嘅時候咧就已經從藝入行㗎啦。咁呢啲突然間可以問下佢嘅入行啊，同埋初入行嘅時候有咩趣事，有啲咩經歷，大家一陣間可以聽到啦。咁咧佢曾經咧就拍過電影啦，咁一直以嚟咧都係喺粵劇界嗰度咧縱橫啦好多年啦。咁咧就佢另外咧。
我記得咧，佢就呢度係冇寫嘅。我記得輝哥咧，好似係第一位香港嘅粵劇嘅演員咧，喺英國英女王面前就表演粵劇嘅男音啊，係啦，哇，真係太厲害啦！係啦，咁咧呢啲我哋陣間再慢慢細細咁樣同阿輝哥聽佢分享啦。咁咧就我哋亦都想介紹一下桑田貴志先生啦。咁桑田老師咧，佢咧就係日本觀世流能劇大師。咁佢係日本政府文化部認證嘅重要無形文化財產持有者。咁佢師從觀世流始來觀世家四代目觀世喜之師。能樂協會嘅會員，亦都曾經咧參與咧觀世劇場會、六全會等等多部作品嘅。咁老師咧，佢咧亦都係謠曲事務教室茉莉會嘅總監啊。佢嘅教學咧就遍佈咗日本啦，同埋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咁同時佢亦都喺千禧年初嘅時候咧，就喺新加坡跨文化戲劇學校咧擔任能劇講師，直到而家嘅。咁頭先啱啱提到新加坡跨文化戲劇學校呢一個學校點解咁重要，要特別提一提咧？咁就係因為佢係佢嘅創辦人咧，就係新加坡嘅一位戲劇嘅大師郭寶坤先生所創立嘅。咁而家佢創立咗呢一個非常之有前瞻性嘅一個學校啦。咁佢亦都即係請咗好多，除咗現代嘅戲劇嘅訓練之外咧，都請咗好多唔同領域嘅老師咧，或者傳統技藝嘅老師咧，就去嗰間學校嗰度任教，去指導學生唔同嘅表演藝術嘅形式。咁其中一位咧就係桑田老師咁樣啦。咁啊好啦，閒話休題啦，我都講咗太多啦，係啦。咁咧我哋咧以熱烈嘅掌聲歡迎我哋兩位今日嘅對談嘉賓阮兆輝先生同埋桑田貴志先生，有請。輝哥好。兩位老師好，係呢位就係桑田老師，係兩位老師請坐。咁都喺度介紹一下啦。咁坐喺桑田老師隔離嘅咧嗰位咧就係我哋今日嘅即時傳譯阿 Janet 係啦。香港兒童音樂劇團嘅 Janet 係啦。我哋非常之厲害啊！我哋今日黃家駒，我哋呢個活動有唔同嘅單位都參與到，就係為咗嚟聽兩位老師嘅分享嘅。咁好啦，閒話休題啦，嗱，即係兩位老師啦，咁我就先問個問題，作個引子咁樣樣嘅。咁我唔知大家相信可能都好多人最近都有睇到一部最近好 hit 嘅一部電影叫《國寶》啦，係咪？有冇人睇過？有睇過嘅可以舉手。哇，都其實哇好多人都有睇過，犀利，係啊，輝哥都有睇過，兩位老師都有睇嘅，係啊。咁我好好奇啦，即係國寶啦嚇，大家即係雖然國寶裏面提到嘅係關於歌舞伎嘅一個題材啦，咁但係我喺裏面咧就好深深地感動嘅。其中一樣嘢就係我睇到原來哇傳統技藝嘅訓練係咁刻苦嘅喎，原來係真係有血有汗啦嚇，即係由細到大咁樣樣，咁裏邊有好多好辛酸嘅經歷等等咁樣樣，咁所以我就好好奇想問下兩位老師啦，因為兩位老師都係好細嘅時候就好後生嘅時候，細個嘅時候就入行啦，同埋以前嘅年代啦，我哋成日都聽到個傳聞，或者睇電影成日都睇得到，就係以前啲老師好惡噶嘛，以前啲真係會體罰噶嘛。你黃家駒，你啲垃圾啪咁樣一嘢就一支藤條就鞭落去咁樣樣噶啦嘛。咁其實到底以前嘅訓練係咪真係咁樣樣嘅咧？咁呢個我好好奇想知道嘅。不過我提出呢個引子之前，係請兩位回答之前咧，我想請兩位老師咧，好快咁樣樣啦嚇，我哋有啲 slide 嘅，咁
想兩位咧用一句好簡短嘅説話，話俾我哋知，其實你而家心中嘅你嘅學度，輝哥嘅就係粵劇啦，桑田老師嘅就係能劇啦。其實呢兩種行當，呢兩種表演藝術，對你嚟講嘅定義係乜嘢咧？不如先請桑田老師分享下先啦，係啊。因為大家可能對能劇都理解唔係太深，所以可能桑田先生都可以有少少時間簡介一下能劇呢件事。皆様こんにちは。大家好。今日はこのような機会にお招き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今日好難得得到大家邀請啦，咁可以同大家介紹能劇。私は日本で能の役者として活動しておりますけど、まず簡単に能というものはどんな演劇なのか説明したいと思います。我自己本人咧就喺日本就係一個能劇嘅演員咯，咁我都想簡單同大家介紹下究竟能劇係一個點樣嘅藝術。能は、今から650年ぐらい前にだいたい今の形に成立してしまいました。でそれ以来同じ台本で同じ、衣裝や能面を使って上演し続けております。能劇呢個藝術形式咧，大概係650年前咧就已經係成咗型。直到而家咧，呢600幾年咧，都係用緊同樣嘅劇目，着翻好相似、近乎一樣或者係代代流傳嘅衣裳啦，亦都有用翻一模一樣嘅能面咧，係繼續去演翻嗰啲劇目嘅。もともと日本にあった伝統的な、いわゆる儀式的な、舞踊や、歌が、大陸中国からなどから渡ってきた芸能と混ざり合って能というものができたというふうに聞いております。咁最初嘅時候咧，都係由中國即係唐代或者隋代傳過嚟，然後就加上日本嘅文化節慶同埋佢哋嘅傳說歷史啦，就做咗而家嘅能劇嘅劇目同埋形式嘅。で能はできた最初に武士によって、愛好好まれまして、それ以來ずっと、武士によってずっと伝えられてきた芸能です。咁而能劇咧同武士嘅文化咧係關聯非常之深嘅。咁好開初嘅時候咧都係用喺一啲祭祀嘅儀式啦，但係咧之後咧都按住唔同嘅將軍或者武士咧，因為佢哋都好中意能劇啦，或者將能劇咧作為係武士嘅修養之一，亦都係佢哋文化交流嘅一個場合啦。咁所以就因應呢個時代咧，多數都係武士文化咧，就一直流傳到而家嘅。ですから、武士の非常に精神というものが、能の演技としてには非常に多く現れております。咁所以喺能劇入面咧，好多時候都會表現咗武士文化一啲好內斂嘅精神，即係點樣可以行得正、企得正，同埋點樣去同人去交流，係以一個內斂啲嘅風格去處理嘅。日本の武士はとにかく贅沢なものを嫌って、豪華なものをなるべく排除して質素に倹約して生きるのを美徳といたしました。咁武士文化入面咧就比較推崇一種儉約節儉嘅文化，就比較摒棄一啲好華麗奢華嘅風格嘅。咁所以喺能劇入面咧都盡量去揾成個精神面點樣先為之係一個純粹同埋質樸嘅狀態咧。ですから能の演技というのは、余計なものをそぎ落として引いて最後に残ったものが人間の本質という考え方で、あまり多くのことを表現せずにお客様に感じてもらうことを大事にしております。咁所以能劇呢個表演形式咧，都會喺佢做所有嘅無論係做手啦，定係故事嘅説明嘅方法咧，都會不斷用減去法，減除咗所有唔需要嘅東西。減到咧冇嘢可以減啦，佢就覺得呢個係最呈現到人最質樸人嘅精神最純粹係啲乜嘢咧？就係透過人即係點樣去做一個人俾大家睇，然後中間睇嘅觀眾感受到啲乜嘢咧，就交俾大家去學習啦。大きな特徴といたしまして、これ能面というマスクを使って行う演劇です。
咁最大嘅特徵就係能劇係一定會用能面呢個面具咧去演繹唔同嘅角色，即係將咧本身演繹呢一個角色嗰個演員咧都係收藏喺個面具後面。でこれも、人間の顔を一つの、なんでしょうか表情に、まとめてその中にいろんなものをお客様に感じてもらいたいという能の精神から来ていると思います。咁所以戴咗能面咧就唔同一般嘅演員會用自己面部肌肉去表達表情啦，但係佢就將咧唔同嘅能面咧就凝縮咗作為呢一個年齡或者呢一個角色就係咁樣嘅樣㗎啦。究竟佢係開心唔開心，做緊啲乜嘢咧？就係透過演員咧用好純粹嘅演技，令睇嘅人明白佢做緊啲乜嘢。咁能劇咧就係一個咁樣嘅互動嘅狀態嚟嘅。で今現存残っております日本の演劇では一番古いものですので、例えば歌舞伎とか日本舞踊のようなものは大體能から派生したものでございますので、日本の芸能の源と言えるものだと思います。咁能劇即係當然大家都聽過好多其他日本嘅表演文化啦，例如歌舞伎啦、歌謠啦各方面。咁但係能劇咧就可以話係各種日本其他嘅表演藝術嘅源頭咯。係咁多。咁粵劇唔使我介紹啦，大家都成日見。粵劇嘅源頭其實咧，戲曲源頭好多人話來自唐代，其實可能仲早啲，因為我哋咧成日見到喺歷史裏邊咧有個休字，企人邊個個休，即係我哋係叫做休。咁喺戰國已經均則就有休啦。休係我哋做咩嘅咧？就做一啲引個皇帝開心嘅嘢，或者間接地傳信啲大臣想同皇帝講嘅嘢，但係佢見唔到皇帝。咁呢個休咧就好危險嘅，中意時候可以上好多嘢俾佢，賜好多嘢俾佢。聽得唔啱聽咧，就拉咗出去殺㗎啦。咁所以咧，休嘅地位其實係好低嘅。咁我哋成日知道有休，又都有代面，即係話頭先嘅能劇嗰個面。咁代面咧，亦都係我哋喺好早期，大家有睇過《蘭陵王》呢套戲啦。其實唔係佢開始有嘅。就應該係好早期已經有嗰啲代面嘅戲。咁到底嘅源頭點樣？我唔係一個歷史嘅專家，尤其研究戲曲歷史咧係非常難嘅。因為點解？因為我哋古代咧戲曲係不被人重視，覺得係下九流嘅嘢。我哋喺前一個朝代係做戲做乜嘢戲都好。係被出族嘅，即係尤其粵劇，即係你而家姓嘅人你就唔認你嘅，直情係你冇咗份嘅。所以喺我哋最早期嘅戲單，即係戲橋上邊或者宣傳品咧，係冇姓冇名，一個好似乳名咁嘅名，阿牛、阿強小生下邊得個字叫做聰，即係小生阿聰。咁嗰個叫咩名啊？呢小生聰啊咁，其實係好辛酸一件事。所以我哋揾我哋真正嗰個源頭，未必揾得好清楚，冇佢哋咁清楚。咁我哋咧，仲有一個好大件事嘅咧，就係我哋曾經改朝換代咗好多次，相信日本都係，但係佢哋係堅持咗好多自己嘅文化。我哋好可能係冇咗自己嘅文化，係改咗佢。廣東比較好啲，點解？因為中原嘅變更未必去到我哋咁邊嘅地方，所以我哋而家仲係用食飯嘅食字，全中國都吃㗎啦，我哋仲食緊。咁呢個咧，唔代表我哋真係最古樸係我哋，我唔敢講。但係我哋咧總係變化少咗，但係隨住時代嘅變更，
廣東戲成為一個全中國348個劇種裏邊最不保守的。如果大家喺幾十年前睇過戲，你就會發覺我哋成個台都係西樂嚟嘅，係嘛？咁你話我哋保守到咩地步咧？但係我哋到底以前係點？而家我哋喺度追溯緊。咁呢，今日我仲有一個自己嘅任務，就係我好想知佢哋點樣去保持，點樣去保留。呢個係值得佩服嘅。佢哋好多嘢係保留到好早期嘅形象同埋發展，佢都係保留翻個早期唔係冇發展，但係個發展呢係比較少，冇大變更咁我自己呢，就係做咗70幾年廣東戲啦。咁大家呢都知道可能有啲人睇過，可能有啲未睇過。咁佢成個故事演出嚟。咁我哋最重要演人物，但係我好想探討呢，就係佢哋戴住面具，係唔係有成個故事咁樣演出嚟？我知道佢哋有音樂，有旁唱，但係佢自己冇唱噶嘛，佢戴住個面具咁一陣間，我希望大家都想知道，到底佢哋將成個故事係幾多樣嘢夾埋去演？同時係唔係成個故事演？我哋一定要成個故事演，大家知啊！睇戲睇全套係咪食嘢食味道？咁所以我哋一定要成個故事由頭到尾演到尾咁我好希望呢，一陣間呢，其實我都坐喺度取經，唔係淨係你哋我喺度取經，拋磚引玉，希望呢可以知道佢哋點樣去保留，同時想知道。到底第一日有個小朋友跟住你學乜嘢，你會教佢乜嘢呢？因為我知我自己學咗乜嘢，我好想探討佢哋學咗啲乜嘢。俾輝哥真係冇得頂嘅，真係俾啲掌聲輝哥先，多謝。我喺度順便宣傳一下，其實咧輝哥頭先佢係咪主持嘅功力其實都唔嘢少嘅，係咪？其實輝哥都有佢自己嘅 channel， 有佢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 嘅，你應該快啲做多啲 YouTube 嘅節目咁樣，冇錯係。咁咧係啦，即係頭先正如輝哥咁樣講啦，咁其實都我呢個問題我哋都非常之好奇嘅，即係其實翻返去頭先第一個引子嗰度去想像啦，其實大家當時一入行嘅時候係學啲乜嘢嘅咧？第一日做啲乜嘢嘅咧？乜嘢叫做拜師學藝咧？即係能劇嘅拜師學藝同粵劇嘅拜師學藝又係點樣樣嘅咧？咁有冇階段分咧？或者第一年要學啲咩？第二年又要學啲乜嘢啊？咁樣樣嘅咧？即係有個課程體系 syllabus 咁樣 mark 分咁樣剔嘅咧，點樣咧？究竟係啦，定係睇師傅嘅心情嘅咧？咁樣樣咁不如我哋先請桑田老師講解下，即係分享下佢以往學師嘅經驗咁樣樣。ですね、能において一番大事なことは、とにかく正しく立って正しく歩けることというふうに言われております。能劇咧最緊要咧，即係一學師邊個教你都係會咁講啦。最緊要就係點樣可以學企得正同埋行得好。ですからもうきれいに立ってきれいに歩ければもう他は何をやっても、格好がつくというか様になるというか、だからもうそれをひたすら訓練しました。咁只要你行得正、企得正、行得靚、企得靚咧，你之後加乜嘢俾你都會做得好，因為你嘅本質、你嘅基本訓練做得好，咁就大家都係會咁樣，你做出嚟都會好似樣㗎啦，點樣加上去？所以一開始咧就係瘋狂咁樣企行。それで能においてはそういう舞を舞うことと同じぐらい、もしくはそれ以上に歌を歌うということが大事なことだとされています。比起點樣去唱頌本身嗰個劇本咧，點樣學唱咧，其實係
你頭嗰幾年咧係近乎令你感到好困惑地一直咁樣喺度行同埋企到師傅覺得你似樣啦，咁先至開始教其他嘢俾你。ですから最初はもうただねこれも決まった発声トレーニングとか発声訓練というものがなくてなんかもうひたすら師匠や先輩と一緒に歌って真似をしろって言われるだけなんですね。咁佢一開始唔會教你技法嘅喎，即係唔會話你唱咧就點樣單言勇氣，唔會講呢啲嘢，乜都唔教嘅。咁一嚟咧就係、好啦大家一齊唱啦，咁就跟住老師跟住啲前輩一齊唱，即係有一個譜俾你，你跟住唱。咁你唱得啱唔啱咧？佢就話你聽咯，你聽到覺得嗱，你就要學識聽啦。你聽到啱你咪試下唱咯，跟住先至慢慢教你。だからそこに自分のやりたいこととか個性とかは全く入れずにひたすら師匠が歌ったことをもう真似してずっと、歌ってるうちに、能の歌いっていうものができる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おります。咁亦都唔會話我點樣演繹自己嘅個性可以融入去呢個唱嘅風格入面係唔得嘅。咁一開始咧就係老師點樣唱，你唱到越似老師。就透過呢個肌肉同埋聲音聽覺嘅訓練咧，就透過呢個氛圍去令你唔明能劇嘅唱就係咁樣唱啦，就係咁嘅東西啦。咁唱到老師覺得你都 OK 啦，咁跟住先會教你其他嘢。多謝。其實我哋都係都係。嗱頭先你聽到大師講啦，都係冇得問㗎，冇點解㗎。我哋都係啊，點解咧？你一問點解咧，就後邊有人拍，唔係鬼拍後尾枕，係師傅拍你。問咩啊？當然咧，打大勢力啊，由得佢嘅係嘛，唔係我哋主意。咁我哋都要學企點樣壓住個膊頭，點樣呢度頂向上邊，腰直腳直。因為我哋喺台上見觀眾，其實最多時候就係行、企、坐，唔係打關頭，唔係耍槍。你行唔得，企唔得，坐唔得，根本你就冇資格做戲。呢個呢，我哋舊陣時嘅學法啦嚇。點解要強調舊陣時嘅學法呢？因為我冇了解新嘅學法，有冇呢樣嘢，我唔敢講。淨係學行，我哋每日當然我哋冇佢哋咁嚴，行同埋企一段好長時間至學戲，我哋冇。尤其我細路仔出嚟做戲，咁我要做啦嘛，咁好多時都要速成地學咗某啲嘢，但係基本翻去嗰個企同行就必須每日都有擺一個時間落去。點解企同行緊要？因為你好多基本嘢就喺隻腳度。我哋就算打到天花龍鳳，你隻腳錯就係錯，因為你成個身段你都會自己叫住自己嘅，唔信嘅。所以我嘅練功師傅又好，教戲師傅又好，即係麥炳榮先生同袁小田先生咧，都係堅持你一定要隻腳啱。咁最初係真係唔知啱定唔啱嘅，唔啱就係鬧，好少話真係亂咁打嘅，不過都有嘅。咁即係我諗大家都係同源㗎啦，將你學出嚟就係要企喺度，坐度都係要咁樣嚇。就呢個就係一個我哋嘅好基本嘅嘢嚟。我完全明白咗嚇，佢哋都係咁練法。我想追問一下桑田老師咧，關於頭先兩位老師講嘅企啊、坐啊、行啊呢啲咁嘅樣，咁似乎能劇喺台面上面有好多程式嘅，咁可唔可以簡介一下其實能劇演員喺台上面嘅行、企等等呢啲有啲乜嘢程式嘅咧？其實係。
能というのは、アドリブが許されないというか動きが全て決まっておりますので、ここの場所ではここに行くあそこに行くっていうのがもうルールとして存在します。咁能劇入面咧就冇得話爆肚啊！你中意忽然間臨場發揮有啲唔同嘅喐動係唔得嘅。咁所以無論你做咩劇目咧，你一睇咗個劇目，你已經知道咧幾時喺邊度，唱到邊句去到邊度，行個台位係點樣咧？已經係全部都決定晒㗎啦，你冇得亂咁嚟嘅，即係都唔可以隨便咁樣改嘢。ですから、役者は常に正しい場所で正しく立って正しい方向を向いてるということを、や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係啦，咁作為一個演員咧，你喺正確嘅時間去正確嘅位置做正確嘅動作咧，你必須要咁做嘅，你冇其他可以亂嚟㗎啦。ただですね、能面を私たちはつけてますから、能面というのは本当に見えないんですよね。穴が大きくて穴が小さくて、だからその能面をつけて正しい位置に立って正しく演技するのは実はとても難しいことです。咁能劇頭先我都有講啦，係要戴能面去演出嘅一個劇目啦。但係其實你戴咗能面，你就發現咧，其實眼嗰個位咧係好幼好細嘅。其實你嘅視野咧係好狹窄嘅。你喺一個咁細嘅視野範圍同埋咁暗嘅台上面咧，可以喺正確嘅時間去正確嘅位置做正確動作，其實係非常之難嘅。だから、能舞台の広さって大体5メーター40センチ四方と大きさが決められているので、私たちはそれこそ目をつむっても、体で能舞台の大きさっていうのを覚えてますから、目をつむってもどこにでもスッと行けるように訓練いたします。係啦，咁能嘅舞台咧，個舞台嘅 size 大概就係4米半乘4米半左右嘅。咁所以咧，就算佢嘅訓練咧，點解話一直都係行啊企啊，練到你完全係身體都記得咧？佢就係話其實而家咧佢眯埋眼咧，佢大概個身體感覺都識得行到4米半嘅範圍應該幾時行到去邊。咁我又想講開台面 stage 呢樣嘢咧，咁我又想問下輝哥，即係其實咧我哋2個禮拜前就去咗錦田去拜訪你啦，去睇輝哥嘅英姿啦。咁咧我哋就非常之有幸咧，好彩地即係能夠一到後台，即係一個戲棚嘅後台啦。咁亦都上咗台面睇咗下啦。咁頭先桑田老師講到就話，能劇嗰個舞台係一個好精準嘅一個標準啦。咁但係其實你哋做粵劇嘅話，其實係咪每一次個舞台都會唔同㗎？定係話大概有冇一個標準啊，一個範圍啊咁樣樣㗎？以前有冇我唔敢講，後期就冇嘅。因為點解？因為後期已經有時喺戲院裏邊做，每一間戲院佢建築嘅時候，佢點樣預個舞台，從來就冇人問過戲曲界嘅人。唯一我聽到問嘅呢，就係呢一間，因為我有份喺度做顧問。咁就話我哋個台應該幾大啊，後台應該點啊，就真係問過啦呢次。咁以前咧都係建築師做主，或者係俾錢起嗰個人去做主。咁我哋見舊時嘅舞台咧都唔係好大嘅。而家可以話全香港嘅舞台咧，當然唔係講呢個啊，即係其他啲劇場舞台，我哋呢度嘅劇院嘅舞台都大過晒以前。你聽見講過話乜嘢高升普慶利舞台、太平中央，全部而家啲台係大過晒嗰陣時嘅台嘅。不過嗰陣時嘅台有一個不成文的標準，一定夠深，唔會淺嘅。所以大會堂一起好呢，就個個話：哇，乜咁淺？唔係咁大啊！哇，乜咁淺啊？夠闊。但係淺，咁我哋需要舞台呢係夠深，即係四方舞台大概係。咁最早期呢，我哋嘅舞台係3邊睇到嘅。如果你唔信，睇下《清明上河圖》嗰個咧，《清明上河圖》有個戲台噶嘛，係3邊嘅。整下呢，我哋因為戲院嗰個劇場嗰個設計
冇咗三變舞台呢件事，只有最多係咁回應闊少少。咁所以舞台嚟講呢，我哋係冇一個100%嘅標準尺碼。咁我想問一問啦，呢兩位老師咁即係都有好耐嘅經驗，教學嘅經驗啦。咁我想問一問，而家個社會應該同以前已經完全唔同咗啦。因為我所知啊，輝哥係最後一個就係有師徒制訓練出嚟嘅一位 artist 啦。咁但係而家新嘅一個訓練咧，即係例如都會係啲喺體制啊學院入邊嘅，即係好似啱啱所講啊，即係個 syllabus 啊、tick 啊，你每一定要做啲咩咁樣。咁但係而家世代嘅教育制度同埋嘅人唔同咗啦。咁你哋兩位老師咁喺訓練新人上面點樣去做到呢個教育，但係同一時間又會保留到呢個你哋表演藝術行當嘅一個精髓咧？呢條問題嘅隱藏嗰個問題就係你哋點樣睇 Gen Z 咧？兩位大師，啲世代之爭。咁啊，我請阿聲聲講可以回答呢個問題先。ですね、脳のトレーニングに関しては、私が入門したのは30年以上前なんですけど、それから今に至るまでほとんど変わってません。我係30幾年前入門學能劇啦，咁到而家咧其實都係咁教，都係咁學嘅，即係唔理你 Jam 乜都係咁教。私たちはプロの能役者になるためには必ず一人の師匠の家に住み込んでトレーニングをしないといけません。咁如果你想成為專業嘅能劇嘅演員咧，你必須要師從一位老師門下，又係喺佢屋企嗰度住幾年，係住喺佢屋企嗰度去學藝。大體5年から長い人で8年ぐらいでしょうか。大概就係呢種住喺師傅屋企學藝嘅年份咧，5年至8年不等嘅視乎你嘅資質。で師匠の家に住み込んだら朝から晩まで毎日能の稽古をするのかと思ったら全然そうじゃないんですよ。你以為住喺師傅屋企咧就由朝到晚都學嘢，其實都唔係嘅。とにかく師匠と一緒に生活して師匠のずっと舞台には一緒に行きますし、師匠が他の弟子につけている時はその稽古をしている時はその稽古の手伝いをする、そういったことをひたすら続けます。咁係點樣嘅system 咧？就係師傅做乜你就做乜啦，師傅起身你就起身，跟住師傅教你，咁嗰陣時你就一齊學啦，訓練嘅時候就一齊學啦。師傅要入台要做戲要同人哋排嘢嘅時候，你就喺隔離做助手幫手。ですね、芸は學ぶものではなくて盗むものだという言葉があります。即係有句説話咧，即係日文入面就係話學嘢咧就唔係學嘅，係偷師偷翻嚟嘅。学んだものってすぐ忘れちゃうんですよね。でも自分で感じて真似して掴み取ったものっていうのは絶対體の中から消えません。係啦，咁有人咧好聲好氣咧，好心咁樣教你咧，你就冇心機聽嘅。咁咧人哋教咧你就唔聽啦。咁但係當嗰樣嘢你要好艱難，透過日常嘅生活觀察同埋學習，先至去學到嘅嘢咧，你一世都會記住喺你嘅身體入面。それが今も昔も脳の訓練方法ですね。咁以前到而家都係咁樣去訓練能劇嘅接班人。で若い世代についてってことなんですが、とにかく今の人たちは、長いものを嫌うんですね。咁而家啲後生仔即係點咧？咁佢就覺得而家嘅後生仔咧係好冇耐性嘅，即係要好花時間去睇啊、聽啊、去學嘅嘢咧就即刻就會放棄㗎啦。私の子供はまさに18歳、19歳2人いるんですが、もう1時間のドラマなんか長くて見てられないなんて言います。咁佢有2個仔啦，咁一個係18歲，一個19歲啦。佢又覺得1個鐘頭要睇一個劇咧已經太長啦，佢哋係唔會睇1個鐘頭以上嘅劇。だからね、1時間のドラマが見れない人が2時間のものなんか見てくれないなってちょっと心配してます。咁你連即係電視做緊嗰啲劇1個鐘你都冇心機睇，要睇2個鐘頭嘅能劇，我覺得佢哋即係我就好擔心佢哋會唔睇啦。ただね、能の舞台っていうのは普通の
舞台よりも時間の流れが違うみたいでして、うちの子供はですね、子供の頃から能の勉強してることもあるんでしょうけど、1時間ドラマは見れないんだけど2時間の能は見ることができます。咁細個嗰陣時，佢都有教下啲仔啊，能劇係咩嚟㗎？即係輕鬆方法咁樣教啦。咁佢就發現咧，1個鐘嘅電視劇佢哋睇唔掂啦，但係1-2個鐘咧，佢哋又會睇晒成個能劇嘅一出戲喎。咁喺佢哋嘅口中，佢就話能劇嗰個世界咧，嗰時間嘅流動咧係唔同嘅，個感覺係唔同嘅。咁阿輝哥粵劇嗰邊又係點樣？差唔多啦。我可以話俾大家聽，我成日大聲疾呼，好多人唔同意嘅。我係師徒制裏邊最尾一個人啦，就係正如大師所講，我係叩頭嗰一刻就喺師傅屋企住。我師傅係名演員，佢有4個工人。但係佢嘅睡衣係我摺嘅，佢鋪床係我摺嘅，佢杯茶係我斟嘅，即係話我係貼身服侍嗰個。佢去做嘢，當然我跟住啦，係嘛？咁即係話喺佢起居飲食裏邊，我係學到好多嘢。初時都唔覺嘅，學咗咩啫？你喺度咁日日對住飲啊！但原來學咗好多嘢，就係話除咗你自己練功，佢覺得你啱定唔啱。咁我有練功師傅，佢同意我跟翻袁小田師傅嘅，出去練功練完翻嚟，有嘢問佢，佢就答；冇嘢問佢就冇嘢。佢唔會主動，所以佢開頭主動教咗啲咁多嘢俾我，好少跳個大架，跳個委陀架。企喺度正唔正都係睇呢樣嘢。咁我已經練緊功啦嘛，咁所以我係練過企練過行啦。咁佢係同意嘅，得。咁就跟住我跟翻練功師傅再練，佢完全冇反對，佢冇門戶之見嘅。但係做戲永遠冇評語嘅，個評語呢，即係差到不得了嘅。都唔知你做乜？呢個係常聽嘅話，我初時唔知點解嘅，最尾咧就係佢唔俾評語你自己揾啦。我叩頭之後24年，佢走，唔錯都未聽過一句啊！即係聽睇完啦，唔錯都未聽過，唉，咪走啦。即係話佢點解要咁咧？我哋而家明啊，而家明，因為而家我哋不斷聽到師傅讚徒弟。你睇下我阿乜人學咗3個月嘅咋？你睇佢幾正㗎？你睇下。真係嘅世界我唔識㗎啦，而家嘅世界我係完全陌生啊。咁所以咧。嗱，我唔敢話而家啱定舊時啱，冇啱嘅嚇。但係如果要保留真正嘅台上戲曲嘅表演藝術，係唔嚴係唔得㗎。因為我哋要啲筋骨未成長晒就要練功啦，成長晒再練係遲。我唔敢話冇人得，有嘅有例子有人得，但係咁多數來數去得一個。就係京劇界數俾我聽嘅係中路先生，唱武戲做武戲係18歲至練功，所以個個哇咁。點解我記得呢個人呢？就因為佢哋個個覺得奇怪啊！邊有人18歲至練功得嘅呢？得一個。咁即係話我哋係需要比較細啲，11、12歲或者10歲。就開始練，好似我7歲練功唔使嘅，唔需要話7歲練嘅。但係人之初性本懶，佢唔會自發去練功嘅，一定係逼出嚟。咁呢個逼而家係唔得嘅，係嘛？
而家你鬧佢令兩句説話令佢感覺差啲，佢又去告你係咪？打就更加坐監添啦，唔得掂係嘛？所以我就覺得咁點好咧？啊，因為我哋筋骨嘅嘢又攰又痛，係嘛？真係唔係人咁品嘅，我諗練過功嘅人會知嚇，唔練過功嘅人可能唔知。即係話我哋係咁樣出嚟嘅時候咧，你而家我哋痛啊，唔係佢哋痛，佢哋唔痛啊嘛，咁我哋痛咯，個心痛。即係我哋會睇住我哋所學嘅嘢，漸冇咗，因為呢個係非常非常心痛嘅事。咁你話最初練，即係話我哋其實所有古典表演藝術係一樣嘅。正如大師頭先講，佢冇解俾你聽嘅，你自己諗啦，揾啦。因為你自己得翻嚟嘅係非常寶貴嘅，你一世都會記得嘅。佢教你，你真係可能聽唔記得咗。不過嗰時我哋唔敢唔記得，翻口問你就想死嘅你真係。我教你又唔聽，呢個係我哋常見嘅事，所以唔敢翻口問。佢一講完嗰句就死記。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嗰時學藝嗰個過程。我總覺得好過而家，但係冇證據㗎。咁啊，聽翻落嚟咁學藝嘅過程非常之刻苦耐勞啦。但係我好好奇就係兩位大師，即係喺呢個行當做咗咁耐啦。由開頭細個開始學，到邊一個位突然間會覺得啊，有或者一啲經歷或者一件事會覺得係我真係真心中意呢件事，而唔係我純粹俾人逼去做咧，令到你哋可以喺呢一行度一直做到而家咧。因為都係可能新一代嘅，好似比較難喺佢哋做嘅嘢身上面揾到滿足感，就會好似而家即係好似阿桑田老師所講啊，就會睇長啲片都冇乜耐性呢件事，同埋都係即係粵劇界訓練可能會有啲嘅唔同。應該係話可能做緊或者練緊啦。有邊咩經歷突然間覺得我真係覺得好享受做呢件事。能の世界っていうのは大体ですね、今親がやってて子供がやるっていうのが割合としては 60% ぐらいで、外の世界から入ってくるのが 40% ぐらいです。咁能劇嗰個世界咧，都係比較有呢個世家流，即係好似一個承襲咗爸爸媽媽係做戲學嘅人，咁所以你就要學啦。咁因為你要繼承個家業啊嘛。咁樣嘅 system 咧，大概係佔咗業界 60% 度。咁有40%咧係外來嘅人去入門，然後就想成為一個專業嘅能劇演員嘅。私はですね、もうとにかく能が好きでたまらなかったから、外の世界から絶対能舞台に能役者になりたいと思ってなった、タイプの人です。咁我自己咧就因為非常中意能劇，中意到我走去拜師學藝，然後想成為一個專業嘅能劇演員嘅。ですから辛いことっていうのはたくさんあったんですけど、能が好きでしたから、好きなことを商売にできてるっていうこんないい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から、もうとにかくやめたいとか辛いとかいうことはほとんど考えたこともなく、なんだかもうほとんどロボットのようにずっと稽古をしてた感じでしょうか。係啦，咁因為我自己就並唔係一啲世家流派出世啦，咁因為好中意能劇，所以走嚟學藝嘅人咧，咁當然訓練嗰陣時你會有好多好困惑啦，好諗唔掂啦，或者覺得好辛苦嘅時候，但係因為你係好中意呢一件事啊嘛，然後呢件事學識咗之後，竟然係可以成為一個謀生嘅技能，呢個世界邊有咁着數嘅嘢啊，實在太好啦！咁所以無論係幾辛苦咧，我都會繼續嘅。所以訓練嘅開始嘅時候咧，就係
好似個機械人咁，師傅嗌做乜就做乜，絕對服從，絕對係盡力做晒佢，咁盡量做到自己可以獨當一面嘅，可以開班授徒，可以揾食為止。多謝。我係有啲唔同嘅，因為最初咧我細個點解會入行啊？窮咯。咁嗰陣時嘅窮，我諗而家嘅人係諗唔到點解會咁窮嘅嚇。咁就係窮。咁窮係咪有啲追求咧？哎呀死啦！我哋窮啦。咁啊父母一日皺住個眉頭，咁啊諗一啲出路啊，窮則變啊嘛。咁啊變，我大媽咧就好中意睇戲，同戲班人好熟嘅。咁就話去考，忽然間招考電影童星去考啦。我第一次係失敗嘅，第二次咁啊考中咗啦，入咗圍啦，咁啊一路拍電影。最初係為咩啊？其實係為生活嘅咋。咁我最緊要一樣嘢咩啊？要乖啊！你唔乖就冇人用噶啦。所以嗰時咧，我哋好乖嘅嚇，咩都唔敢駁嘴啊，又唔敢問啊嚇。人哋嘅嘢就坐度聽下，人哋叫自己做乜就去做乜啦。好啦，咁一路學戲，一路都係用咁嘅方式去學。到底做戲係咩嚟㗎？小朋友話知咩？呃人嘅啫，知乜嘢啊？即係話你叫我咁做就咁做啦，係嘛？似唔似啊？啱啦嘛，啱就咁做㗎啦咁。咁一路做到自己10零歲，一路做緊㗎嚇，一路做緊，做到咁上下咧，自己都覺得係中意嘅嚇，中意嘅。哇！原來咁又可以講喎，咁又可以講喎，即係自己嘗試咗一啲思想上嘅創新，邊係創新咧？其實嚇未見過就以為好新㗎啦，咁咪自己諗啲天花龍鳳嘢出嚟。好啦，到某一日，我忽然之間聽到有啲觀眾講，係講邊個啊？講大我一輩嘅童星，幾位好紅嘅童星。到10幾歲長大咗，竟然有啲觀眾咧講話：哎呀死咯！乜佢而家變成咁啊？佢係即係我嚟㗎，你明唔明？嗰個人長大咗，我都會長大㗎嘛。咁即係我點會變成咁啊？喺我眼中嗰人冇變到㗎喎，好叻㗎喎。死啦！咁即係咩咧？咁跟住咧，當然戲班嘅人有啲好選話嗰啲叫做，舊時細路仔碌喺度都得㗎啦，而家就唔得啦咁我就自己去考核啊，當係一個審查自己，到底我而家係咪碌出去都得咧？到底我第日係咪唔得咧？咁邊個做嘅定義先？冇人同你做定義，我哋冇經考試㗎嘛，係咪？點叫得咧？咁所以咧，我就諗，尤其我喺唔大唔細嘅時候咧。一定角色裏邊嘅尷尬嘅，一定嘅。做大人又唔似，做細路仔又高過頭，係嘛？咁尷尬嘅時候點啊？咁自己都會發覺咧，就係我係咪應該再學藝嘅？嗰陣時係好多人勸過我轉行嘅，因為我冇聲，我變聲嘅話聲係唔好聽嘅，非常咁唔好聽。我哋成日形容好似刀仔界玻璃咁啫，嚇！真係好難聽嘅，咁自己係咪堅持落去咧？喺嗰個時候咧，我曾經思考，就話你係咪中意先？係咪真係中意做先？我而家都成日問人，你係咪真係中意做先？咁我咪覺得自己，咦，我真係中意。但係呢一行令你着迷嘅嘢，唔係拍手掌嘅聲，唔係讚美嘅聲。呢一行令你着迷嘅嘢，係令你越學越有嘢。越捐越深，你想揾乜嘢？咦，又有啲嘅喎！哇，你再學又有啲嘅喎！你搏長10世條壽命都學唔出，係令你好滿足嘅。忽然間發掘到啲嘢出嚟，哦，原來係咁嘅，好滿足嘅，同發明差唔多。嗰日我哋發掘出嚟，
咁呢個呢，就係、我好非常非常最深、非常非常投入戲曲嘅一個好主要嘅原因。所以我當日係揀全行認為最惡嘅師傅，我至拜師。我就係咬實牙根，我一定要做到呢一樣嘢。而家做唔做到，我批評唔到嘅嚇，但係我做咗嚇，我做咗幾廿年都照做。所以你問我點解咁中意，就係、越學越多嘢，日日都發覺有嘢，咦仲有啲人唔識喎，又去學係嘛？咁幾好咧？你問，例如我今日坐喺度，我學緊嘢係嘛？即係我覺得咁樣係一個好開心嘅事嚟嘅，唔知大家覺唔覺得？咁啊，兩位大師又分享咗點解喺呢行度越做越熱愛呢件事啦。咁我哋但係兩位大師咧，即係身上面肩負住一個咁傳統，已經流芳，即係已經流傳咗咁多百年嘅一個技藝啦。咁到而家呢個世代，我哋好似今日圍繞都係講緊世代嘅呢件事，係啦。咁去到而家呢個時代啦，咁大家點睇創新同埋點樣 keep 住自己傳統呢件事咧？因為我好記得咧，我幾年前睇過一段 YouTube 嘅片啊，係歌舞伎，佢唔係能劇，歌舞伎一本。係星球大戰，係啊，係揦住光劍喺度劈嘅，跟住之後哇睇到係驚為天人，都唔知點樣形容係勁啊定唔知點樣啦。但係即係呢啲好似呢啲係一種創新啦，好似咁。但係我就想問翻兩位大師啊，咁我哋個創新同埋傳承嘅一種流傳落去，咁對個技藝又好啊，同埋對觀眾嚟講，兩位大師對呢個傳統同革新之間嘅睇法係咩嚟咧？能も今でも新しい台本劇というのはたくさん作られ続けております。咁能劇都有一啲新嘅劇本出現咗嘅。全ての今能のレパートリーって大体600年以上前から作られたものがずっと今まで演じられているレパートリーって200曲ぐらいあります。能の今の現在演じられているレパートリーっていうのは200曲ぐらい。能劇咧到而家由600年前做到而家咧，大概有200個劇目，就係一直由600年前做到而家都係咁嘅。でもその200曲も作られた時は新しい劇だったわけですから、それが何百年もずっと演じられてきて今古典となってきたわけです。咁當時有能劇呢個藝術形式嗰陣時咧，佢哋即係600幾年前做嗰陣時咧，200幾個劇目咧都係新嘢嚟，或者都係個創新嚟。以前冇能劇呢樣嘢噶嘛，即係佢一直做咗幾百年，再而家就變咗古典。で常に新しいものというのはやはり作り続けて、それが何百年も演じ続けられればそれは古典になっていく。所以創新同埋傳統咧，喺我自己嘅觀點咧，就係其實就係只要你嗰個創新咧夠持久，能夠因為佢好優秀，佢可以繼續落去。如果佢延續多幾百年，佢就變成傳統，變成古典。なんかね、最近能もですね、最近こんな能がありました。ちょっとこちらの方、日本のすごい有名な漫畫アニメで「鬼滅の刃」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んですけど、それの能も最近作られました。咁即係可能大家都有聽過咧，即係日本有個動畫好出名叫《鬼滅之刃》啦。咁《鬼滅之刃》都有做能劇嘅版本嘅。鬼滅の刃って日本では大変人気のある漫畫なんですけど、香港でも知ってる人はいるのかしら。所以喺日本就即係非常之大熱啦，賣通巷啦，非常賣啦。そういう新しい試みも行われております。咁所以見到原來係咁受歡迎，因為《鬼滅之刃》都係講緊一個新舊交界明治，即係仲要殺鬼咁，因為現代化之後咧就唔知點解冇晒鬼啦。咁所以就即係明治打後咧就冇乜話要滅鬼呢啲咁嘅説法嘅。咁所以最差到隻腳係。既有一個舊嘅東西，有一個新嘅演繹咧，就係《鬼滅之刃》呢個古仔本身都有好多元素咧，係好適合改編嘅。咁所以呢件事一啲創新咧，喺能劇都有發生，我哋都聞到邊啲嘢係受歡迎嘅。輝哥點睇呢創新同埋呢個傳統？
或者我自己保守啦。好客氣。Thank you。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其實咧，我自己好保守。點解？因為我哋已經冇嘢啦，唔好再玩啦。因為我哋舊嘅嘢已經流失到一個好危險的地步。咁我哋要挽救翻，將嗰啲嘢拎翻出嚟。我覺得個新同埋舊係只不過一個定義，唔一定係好同壞嘅。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危險。所以好多人就話：成日做幾廿年都係嗰啲嘢，幾百年都係咁做啦，係咪啊？咁點解唔得咧？只要嗰樣嘢成立，企得穩就得㗎啦。我眼見過粵劇，我出生的年代，第一，全個台都係西樂嚟嘅。第二，有冇見過咩叫做宇宙燈啊？即係熒光燈啊，走紮白骨出嚟跳舞啊！飛啲龍喺呢度飛過去，嗰度飛過嚟啊！黃學星先生，我哋嘅前輩喺高升戲院3樓飛歪下落嚟個台啊！危險之極嘅，其實我哋而家諗起心都寒埋。做咗嗰次做咗，即係話好多好特別嘅嘢，佢成日做咗嘅。咁係咪真係嗰啲就係粵劇咧？其實嗰陣時都係因為難以維持，好多名演員堆咗喺香港，邊有咁多觀眾咧？於是各出奇謀，但係嗰時有一個好處。佢哋所有名演員喺出噱頭之餘，都係真係做戲做得好好嘅戲，所以企得翻住，唔係話淨係嗰啲噱頭。咁另外一樣嘢咧，我係好同意梅蘭芳先生有句説話：戲曲的進步係移步不換形嘅，換咗形就不是戲曲啦。我信嘅，睇大戲。我而家喺好多宣傳品裏邊睇完，唔知係大戲嚟嘅。嗰幅相啊，睇完嗰啲印刷做緊乜嘢啊？大戲嚟咯，大戲哦。而家大戲已經咩樣都得㗎啦，咁即係冇咗大戲啊。換言之，大戲嘛，咩叫大戲啊？廣東大戲嘛，廣東大戲點樣㗎？咁又係啊？咁又係啊？咁都係啊？如果你對住一個唔識大戲嘅，你點介紹大戲？係嘛？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哋需要刷新。我心目中有3個新，就係、話有嚿古董鋪晒塵，抹乾淨佢俾大家睇，靚嘢嚟㗎。第二個係革新，中間有啲嘢壞咗，我哋挑咗佢走，嗰、個叫革新。真正嘅創新唔係咁容易。我做咗71年戲，冇創新過任何嘢。我唔覺得我自己創新過。某啲我不如諗個新腔出嚟，嗰啲唔係創新。你因循條路做㗎嘛，有條路俾你做㗎嘛。另外仲有一樣嘢最危險咧，就係喺第二啲界別搬咗啲嘢入嚟，叫做創新。人哋玩到唔玩嘅公仔，你執住嚟，而且我創新啊！我舉一個即係好簡單，譬如喺台下走觀眾席走個人上嚟，好耐以前發生嘅事嚟㗎啦。不過大家唔注意啫嘛，好多戲有㗎啦。咁你當創新咩？唔係，忽然之間嗰個廂房 balcony 嗰邊，忽然之間有眼射燈射埋，嗰度有個人唱句嘢。嗰個叫創新啊！80年前發生嘅事，係嘛？我自己都見到好多。咁你覺得係咪真係創新咧？係咪真係需要創新？我係發覺做好自己先啦。
做得將自己嘅嘢做到最好先啦，係咪啊？唔需要話一定要新花樣嘅啊！多謝。我諗咧傳統點樣去延續或者點樣去創新呢個話題咧？呢個係一定係永恆嘅話題嚟嘅。咁亦都兩位老師身上咧有唔同嘅意見咧，亦都有一啲係共同嘅意見啦咁樣。咁我覺得頭先兩位老師講嘅都係非常之發人心聲，同埋非常之值得我哋去繼續去思考咁樣嘅。頭先輝哥咧講到咧最尾就係話，即係無論你創新又好，點樣延續承傳傳統都好啦，最緊要係乜嘢啊？做好自己先。我覺得呢個做好自己先呢樣嘢係非常之重要嘅。令我諗翻起咧國寶裏面咧有一個scene咧，我非常之深刻印象。有一句對白咧，我係非常之深刻嘅，就係講嗰位渡邊謙，即係嗰位爸爸教兩位徒弟，佢個仔同埋嗰位徒弟嘅時候就。當時佢哋10零歲好細個，除咗衫，夏天好熱嗰一場咧，佢攞把扇咁樣兜嘢打到佢哋瘀晒咁樣，就話講咗一句，佢就話用骨頭記住最完美嘅姿勢。咁呢句説話我係非常之深刻印象。咁所以我想問下兩位老師啦，有冇啲咩姿勢，有冇啲咩學師嘅時候嘅動作咧係好有深刻印象、好記得嘅咁樣嘅？又或者係會唔會有一啲嘅，即係例如可能喊啊或者笑啊呢啲，或者喜怒哀樂咁樣啊，咁兩種係啦，即係兩種劇種點點樣去演繹人嘅情緒、喜怒哀樂啊咁樣樣咯？唔知兩位可唔可以簡單講解或者甚至示範下咧？まあ映画のね表現っていうのはちょっとだいぶ誇張もありますから通りではないのが、まあ、実情ですけど。即係睇戲咁睇啦，佢都係做戲咁做，咁所以喺真實學習嘅時候咧，冇啲咁 dramatic 嘅事情嘅。まあでもあんな感じで厳しく、稽古はしますね。但係就好似睇戲咁樣咧，即係攞住個棍係真係好嚴格咁樣去指導你嘅姿勢咧，呢個係真嘅。それでその感情の型をってことです呢。頭先有提到話可唔可以示範即係能劇同埋廣東大戲入面佢點樣去表達即係喜或者哀呢兩個表情啦？點樣擺 pose 啊？點樣做個架勢出嚟啦？どういった感情をやりましょうか？做咩感情好啊？輝哥有冇諗住想睇下邊一種表情？我其實想學能劇嘅邊樣嘢咧，就係佢哋一路表演，佢唔唱噶嘛，佢戴住面具啊嘛係咪另一個人唱個故事出嚟？自分で歌うこともありますし、横にコーラスの人が8人ぐらいおりまして、その人がシテの代わりに歌うこともあります。兩種情況都有嘅，由主角佢自己唱翻啦，或者喺旁邊咧有8位樂師，佢哋有陣時係會輔助，即係個主角喺度做緊邊度咧，佢就會負責幫手喺隔離唱，兩種都有。咁自己唱就冇戴面具㗎咯。能面をつけたまま歌います。係戴住個面具唱嘅。啊 ？OK， 我戴住面具唱。咁嗱，我哋咧就冇呢個感受啦。你話喜怒哀樂咧，譬如能劇戴住面具，咁佢嗰啲喜怒哀樂喺身體嘅啫。我哋當然個喜怒哀樂大家見到啊，係嘛？咁所以我哋着數啲嘅，我哋着數啲嚇。咁係啦，佢哋如何表達咧？まあ能面というのは
さっき紹介しましたけど、いろんな表情を、持っている含んでいる顔と言われてますので、動かない顔をいかに泣かせるか、いかに喜ばせるかというのが私たちのこの表現としての技術になります。因為能面咧，即係個面具係定咗一個表情啦，但係其實能面都有好多種表情嘅。咁當然你做一台戲就只係戴一個啦。咁當你只可以戴住一個佢冇表情變化嘅面具嘅時候，就好靠演嗰個人，除咗用身體動作之後，就係、例如有陣時佢都會戴住面具都會唱嘅，就好靠佢自己去演繹，俾你去感受到呢個冇表情嘅面具，佢而家係開心啦、唔開心啦、嬲緊啦定係點樣？だから歌いの強弱とかちょっとした角度とか、動きとかによってその能面の中にいろんな感情を表現するし、またお客さんもその顔にいろんなものを想像しないといけません。咁所以會透過咧喐個頭嘅唔同嘅角度，第一睇到能面嘅唔同嘅角度或者側面。同埋透過聲音發聲嘅時候咧嘅變化咧，令想像力咧喺睇嘅觀眾個腦入面咧開始做嘢啦。咁就係你透過想像去諗到佢而家究竟係開心唔開心、嬲定係點？因為你唔係睇表情，你睇翻一個演繹嘅人嘅本質。咁會唔會有機會可以？係啦，講又有啲空泛嘅，呢度咧可唔可以咧？或者可能唱首歌啊！William 咧，能というのは本当に余計なことを引いた演技をするという話を先ほどしました。咁能劇係一個內斂嘅演繹啦。頭先我都有講過，即係將唔需要嘅嘢拎走。だから喜怒哀楽なども全て型と言われる、決まった動きがあります。咁雖然係咁講咧，因為個角色咧係唔同咧，都有佢哋嘅規定嘅，即係例如男性嘅角色，如果係一個武士，佢係點樣企、點樣坐，個架勢擺幾大；女性嘅角色係又係點樣去擺咧，都係有定好晒嘅，有啲規律喺度嘅。じゃあまず泣く方をやってみます。係，咁我而家試下示範喊俾大家睇。で型だけやっても多分何だか分かんないから、本来自由体が歌う、コーラスが歌う、歌いもつけて一緒にやってみます。可能淨係喐咧，大家未必好睇得明啦。咁本身咧我示範一個段落咧係由隔離嗰啲人唱嘅，我而家都唱埋俾大家，大家一定明白。係。に含まで懐かしや空に行くまで懐かしこれが泣く方です。頭先示範咗係一個喊嘅表現啦。咁唱嘅內容就係佢覺得好忽然間悲從中來，就係有啲好懷古嘅事情，即係令佢諗起以前咁樣。手で顔を押さえることによって、涙を拭うとか泣いた顔を隠すっていうような意味を出してます。咁透過隻手咧，俾個手背去用唔同嘅角度咧，令大家去想像佢係抹緊眼淚，或者係想掩飾唔好俾人睇到自己喊。カントリーズオペラではどういった表現？我哋對喊同笑咧就直接好多嚇。即係我哋有個哭相思，有個鑼鼓咁，怕有拆天例如呢類，咁你哭乜嘢都得嘅嚇。咁我想講咧，其實我哋嗰啲戲嘅表情咧，因為直接咗，
就冇佢哋咁多技巧，表情裏邊冇咁多技巧。我哋喺個抽象裏邊咧，其實都好多技巧嘅。例如我成日講，我最初學戲、學表演、斟茶、斟酒又好、斟茶又好啦，就已經係一個好有令到你諗嘢嘅動作。我斟一次俾大家睇。我出生嘅時候咧，乜嘢都有㗎啦，道具有茶杯、有酒壺，爭在未有水喺裏邊嘅啫。但係我哋學嘅時候係乜嘢都要冇嘅，學嘅時候。睇就冇嘢嘅，不過你細睇落去就要注意好多嘢。第一，你隻手拎隻杯，嗰隻杯就係得咁大嘅啫，冇得忽然之間大，忽然之間細啊。首先，第二個壺一斟落去，你諗下個壺有幾大，隻杯有幾大，斟幾耐，耐會瀉嘅喎嚇。咁嗰個咧斟落去嘅時候，你又驚彈到四圍係咁嘛，所以斟嘅時候要割住隻杯底個杯面個杯邊，跟住緊拉起啲嘅。呢個係斟酒嘅常情嚟嘅，拉起少少，好啦，停咗啦，擺翻低。你拎完隻杯，斟完酒之後或者斟完茶之後，係唔準俾佢倒瀉噶嘛，所以你冇得咁樣㗎，任何都唔喐得啊！你擺翻個酒壺落去，唔理喺邊度，你呢度都係平㗎。另外到飲，當然我哋係遮住口飲嘅嚇，一遮住口飲嘅時候，呢個如果俾觀眾睇到你呢啲地方喐嘅之後，你又唔可以飲太耐，隻杯唔係好大，係嘛？即係呢個完全咧，就係你呢度有冇隻酒杯，有冇啲酒，有冇個酒。我哋訓練就訓練呢啲，唔係咁呢啲咁少嘅嘢。你以為大家都以為好易，其實唔係。你心中有沒有？其實最重要係呢樣嘢。而家我見好多人斟酒就胡椒粉就得，係咪啊？你咁樣成台就係啦，係嘛？即係呢個咧就係話，我唔係講笑嘅。而家好多人斟酒係，即係佢。因為呢個基本訓練問題咧，我諗而家已經冇咗我哋嗰陣時嘅基本訓練，所以你話佢哋而家肉唔痛，我哋心痛，係見唔到啦嚇。咁所以呢個唔識解釋㗎嚇，我亦都唔係喺呢度攻擊任何嘢，千祈唔好誤會。不過即係大家傾得咁投契，佢講咗咁多佢嘅嘢出嚟，我都要講翻啲我哋嘅嘢㗎，係咪？輝哥講到話，即係啱啱見到輝哥示範，真係嗰種哇嗰種細緻咧個嘴，呢個我聽我睇到都好驚歎嘅。但係另一樣嘢就啱啱輝哥講到個係嗰種比較虛擬去呢個斟酒呢啲動作，因為我呢期都係同因為阿 Sensei 嘅大師，我哋有 workshop 啊嘛，跟住我哋都學咗一啲嘅少少戲啦，咁梗係唔係我做啦，係啦，唔係我做啦。但係咧中間有一個位咧，我覺得好犀利嘅就係見到阿 Sensei 而家插住把扇喺嗰度嘅，係啦，佢把扇係可以變做唔同嘅嘢。劍啊、盾牌呢樣嘢，其實我諗可能都好似阿輝哥所講，究竟個意啊，因為我哋自己做嘅時候咧，哇做到你真係唔知咩嚟，我哋自己做學生嘅時候，俾即係聲聲好厚道冇話我哋嘅啫。但係睇下聲聲示範嘅時候咧，嗰陣哇見到真係你都會意會到係劍啊、盾牌嗰件事個質地喺度嘅。咁我就有啲貪心啊，雖然呢個位又細細地，但係會唔會可以阿聲聲可以示範到少少呢啲能劇比較武打少少嘅嘢咧？これは
これは昨日まで2週間こちらので行われたワークショップでも、教えた方なんですけど、どんな動作をしているか、想像してみてください。係啦，咁啱啱呢2個星期咧，都同留白之間嘅 workshop 咧，都教咗大家點樣用呢個線咧去做一啲武打或者唔同嘅動作嘅。咁而家我就會做俾大家睇，大家估下我係做緊啲乜嘢啦。手に通るや大釈修羅の戦いは火を散らして真理の妙化は雨となって身にかかれば波浪剣は多忙悩まし我と身を切る。何やってましたか？咁我頭先做咗啲咩咧？そうですね。まず能は扇でいろんなことを表現します。咁能劇入面咧就呢把線係好多功能㗎啦。まず敵からの動きを盾で防ぎました。係啦，咁呢個敵人咧打你嗰陣時咧，佢就變成一個盾咧去擋。で今度はこちらの攻擊です。この扇が盾から刀に変わりました。咁呢把線咧就瞬間由一個盾咧變做劍啦，因為你要反擊啊嘛。咁就斬對方。多謝兩位老師嘅示範，係咪好精彩啊？大家俾多謝。咁咧，我哋多謝兩位老師啦，非常之精彩嘅示範咧，讓我哋咧明白咗更多關於即係粵劇啊、能劇啊嘅一啲技巧技術咁樣樣嘅。咁咧，我哋嚟到今日嘅座談會嘅尾聲啦。咁我因為實在內容好豐富啊，咁樣咧，我哋咧就剩翻落嚟嘅時間咧就唔係好多。咁啊，我都好想同大家即係有啲互動咁樣樣啦。咁啊唔知大家有冇啲咩問題想問兩位老師啦？咁啊我哋只能夠夠時間得一條問題，唔好意思。係唔係？其實咧，你係咪準備可以加多少少 overrun 嘅時間嘅？咁如果係2條左右啊，咁樣睇下點樣答啦，咁樣係啦，咁就睇下。咁不如呢位先生啦，頭先舉手最快係呢位先生，前邊第2行洪先生呢位係。咁啊，今日就好高興見到2位老師啦。咁有一位我見過啦，阿阮老師。咁其實嚟講，頭先你講一個承傳，而家個講乜都講承傳㗎啦。咁其實你頭先話講一啲新嘅元素或者舊嘅元素，即係其實我自己本身要講少少啦，即係我都係細個睇粵語長片大嘅，即係你各拍嘅粵語片啦，咁粵劇啦。其實嗰陣時好多人係睇粵語長片，係睇粵劇，係兩個撈埋，亦都嗰陣時好多粵劇嘅名師咧係做埋電影嘅，咁可以跨國界嘅。咁但係好唔好彩啦，頭先講啦，如果你真係成為一個粵劇嘅名家，你有咗個基本功，你又可以做其他嘢，但係問題你倒翻轉頭，你就係做一個歌星或者一個演員，你就跳唔翻入去做呢個粵劇㗎啦。咁所以而家嚟講，即係要睇翻以前好多嘅唔同嘅腔啊、唔同嘅流派，即係日本都有唔同嘅流派啦。粵劇亦都有，譬如話方腔啊、女腔啊，或者係任姐嗰啲啊，或者係我自己最中意嘅余麗珍大師啦，即係佢嗰個嘅功力真係到而家我揾唔翻第二個可以做得翻㗎啦。咁而家你咁多流失咗嘅嘢，咁點樣可以 keep 翻佢，同埋點樣可以吸引下一代去跳翻入去呢樣嘢，重新係乜嘢咧？即係頭先你講咗國寶啦，其實而家日本因為國寶嘅原因，好多人都會睇翻啦。突然間個朋友都話：喂，第年嘅其中一個咩真金奇心中已經冇晒飛啦，已經冇得買唔到啦。咁其實嚟講，我哋點樣可以揾啲嘢翻嚟 attract 翻啲年輕人咧？呢樣嘢新呢個 audience building 啊，
audience build 點樣去增加多啲觀眾群，培養呢個觀眾培養觀眾群。咁啊，輝哥有啲咩意見？我細個嘅時候咧，因為我幾歲做戲，我台下咧最少都叔叔嬸嬸㗎啦，即係唔好意思啊，再講公公婆婆添。咁我都驚過，我大咗有冇人睇嘅？培養觀眾唔係咁簡單，因為係觀眾培養觀眾，唔係我哋演員去培養觀眾。演員係盡力而為。點解觀眾培養觀眾啊？係因為觀眾帶觀眾去睇嘅。而家我哋冇咗流派，點解？因為而家初出嚟嘅人咧，都叻過晒所有大師嘅，佢唔使學嘅，係啊，唔使學嘅。我哋嗰陣時咧，拼命學呢個人唱，拼命學嗰個人唱，拼命學我哋要收集多啲嘢，我而令到我自己豐富。而家係冇嘅，冇嘅。我冇聽過一個人話我學某人唱某支曲，冇嘅。咁喺咁嘅環境、咁嘅氛圍裏邊，我哋邊度可以出第一個叫做流派出嚟咧？係咪啊？咁所以咧，我哋而家係你問我，我係冇辦法㗎。不過最緊要就係鼓勵啲年青人繼續啊，繼續啊，嚇俾心機學啊，睇多啲書啊。我成日話練功練功再練功，學戲學戲再學戲，讀書讀書再讀書。除咗之外，我可以點？投降啊！辛苦晒輝哥，辛苦晒。我哋會加油嘅，我哋都會。自從睇完你演出之後，我哋都開始咗中意咗粵劇㗎啦，開始。都深切反省咗自己。係啊！做咗啲咩？跪咗啊！我哋喺華光先師前面都跪咗一夜㗎啦。多謝。好啦，咁咧。第二位。係啦，後邊嗰位觀眾係好多謝兩位老師嘅分享。我記得我上次喺戲曲中心睇類似嘅大師嘅分享咧，就係阿裴艷玲老師。咁我記得咧，裴艷玲老師咧，佢一坐低咁嗰時就講話啊，佢身為一個學北方戲嘅人咧，佢要自我批評同埋自我批評一下，就係話佢細個嘅時候咧，佢就即係好似好睇唔起地方戲咁樣嘅。咁佢而家咧去到老人家咁嘅階段咧，佢每去一個新嘅地方做戲咧，佢都好想學一個地方戲咁樣啦。咁呢個問題咧，其實我係特別想問能劇嘅老師嘅，因為我頭先簡短嘅分享入邊咧，聽到能劇咧嗰個傳承好似係比較正統嘅，即係好似幾多個劇本就係幾多個劇本㗎啦。咁究竟喺能劇喺日本能劇嘅世界，或者喺日本傳統遠古戲劇嘅世界入邊有冇民間嘅咧？有冇民間戲嘅咧？咁作為一個能劇嘅演員，你自己會唔會話有啲咩喜好，有啲咩日本傳統好民間嘅嘢，你係比較中意去睇嘅？民間戲你中意去睇嘅，或者輝哥咁樣，你身為一個粵劇嘅演員，你有冇啲乜嘢即係可能係昆曲啊、戲曲界嘅其他種類，你自己係好中意去睇嘅咧？或者係一啲好民間嘅一啲嘢，你覺得作為一個戲劇演員，你都覺得哇，我好中意去睇啲好生氣勃勃嘅嘢嘅咁樣，喺嗰啲好傳統以外嘅民間。係啦，其實我乜嘢都想睇，我乜嘢都去睇。喺我去過嘅地方，我真係幾乎冇乜邊個地方我唔睇戲嘅，一定睇佢哋。即係冇機會冇得講啦，滾水淥腳咁走咗冇得講啦。如果唔係，我必睇嘅。所以好多嘢咧係我係睇過嘅嚇，我亦都希望吸收到某啲好嘅嘢翻嚟嚇。咁呢個咧就係我哋每一個做表演藝術嘅人，我覺得係必須要有嘅，係問大師照。即係能劇演員係會唔會有啲咩？除咗自己本行嘅，或者日本入面一啲古仔啊，或者咩技藝，或者去過其他地方，你都會好想去接觸嚟滋養自己。即係有冇啲
啲地方嘅面具戲？因為能劇好似係一個比較好傳統嘅傳承啊嘛，有冇啲地方嘅面具戲、地方戲啊？其實有冇㗎？我哋有儺劇，有儺劇係人字邊一個欄嗰個。私この2週間の滞在の間にカントリーズオペラを3回鑑賞いたしましたが、驚くほど能に似てるところが多くあるなと感心しました。呢2星期喺香港啦，咁佢睇咗3個唔同嘅大戲嘅，即係除咗錦田睇阿輝哥嘅演出之外，佢都有睇戲曲中心嘅茶館劇場，同埋仲有一個戲。今もね先生がおっしゃったことを聞いてても本当にいろんなものが共通してるんだなと思って大変勉強になりました。咁其實尤其是好似同輝哥嘅交流啦，或者今次呢個機會啦，同埋睇戲之中咧，佢覺得其實廣東大戲同能劇入面有好多好重要嘅基本元素咧係好共通嘅。例えば私シンガポールでも能の演劇学校で能を教えておりますけど、そこのでもさまざまなアジアの伝統演劇を勉強する学校なんですが、学生たちの体の使い方等を見るといろんな演劇には非常に共通してなんて言うんでしょうか、共通したものがあると。係啦，咁其實佢之前都係新加坡做過類似嘅工作坊，都係相對長時間少少㗎啦。咁佢發現新加坡IATI 即係 IATI 係啦，咁都係一個咧好多元去要學生咧去學東南亞各式各樣嘅傳統嘅表演文化嘅一間學校嚟嘅。咁佢喺嗰度教嘅時候都觀察得到咧，就算東南亞咧各種無論係印尼啊、印度啊各式嘅舞或者舞劇咧，有好多基本嘅元素，一個核心咧都係共通嘅。所以呢樣嘢就唔係淨係話能劇同廣東大戲，其實好多表演藝術個核心咧其實好相似。アジアには能と同じように仮面を使う演劇というのも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し、いろんなものが共通してるなというのを感じます。我自己嘅感受就係、即係能劇當然用能面啦，但係其他嘅東南亞嘅戲劇咧都有好多都係戴面具嘅，咁所以其實點解會有呢個諗法，或者係呢樣嘢係同一個祭祀啊或者神祭幽嘅角度去處理一個表演藝術咧，嗰方面都係好相似嘅。面白いことにですね、そのシンガポールの学校では能以外のさまざまな演劇を勉強するんですけど、だいたい2學年を一緒に教えます。1年生と2年生。咁嗰間學校咧，佢有個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好多時候咧，佢唔係同一年級去教，佢係2個年級一齊教，就會係Year 1同 Year 2一齊學嘢。1年生は能が初めて、勉強する古典、その学校ではね古典演劇ですが、2年生はすでに1年生の間に他の2つの演劇を勉強しております。咁1年班嘅咧就淨係學能劇啦，2年班係除咗學能劇都有學另外一種傳統嘅表演藝術嘅。ですから1年生と2年生もどちらも、能は一斉に勉強し始めるんですけど、もう毎年そうなんですが、2年生の方が明らかに早く覚えるんです。咁佢嘅觀察咧就係咧雖然大家都係一齊學，即係1、2年班係一齊學能劇啦，佢會好明顯睇到2年班嘅學生咧係吸收快好多，同埋係好快就掌握到一啲竅門。それはやっぱり1年間他の演劇を勉強したから、それに体が残ってて能をやってもそこの共通點をきっと自分の中で見つけて習得が早いんだと思います。咁我自己嘅觀察就好可能咧，佢哋第1年咧已經學咗一啲其他嘅傳統表演藝術啦，所以個身體咧已經記住咗一啲感覺咯，有一啲要領咧喺教能劇嘅時候，佢哋就好快會 get 到發生咩事，所以佢就覺得就係學嘢快好多。だからで私はとにかくいろんな国に行っていろんな演劇、例えばねアジアの演劇もそうですし、西洋に行ったらオペラやバレエも見たいと思いますし、そういったものを、機会を少しでも得て自分の芸に役に立つようにしております。だから今回もこういった、形で貴重なお話を聞けて大変感謝しております。
咁佢自己一有機會佢都會去吸收唔同嘅其他嘅做咗好耐嘅古典藝術啦，咁包括係歌劇啦、芭蕾舞劇啦，咁究竟佢哋係點樣先可以演繹到嗰啲東西咧？咁佢都會睇翻嗰啲要素，嘗試咧喺能劇入面揾到共通點，去將自己嘅技術啦同埋嗰個演繹咧係更加提升。咁所以好似今次有一個好好嘅機會，可以同輝哥啦同埋同劉伯之間嘅各位咧可以傾。唔單止係今次嘅交流會，之前嘅2個星期都唔停咁傾偈啊、食飯啊，好多嘅交流咧，佢覺得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所以都好感謝大家。多謝。多謝。我忽然之間有個奇想啊，真係忽然間有奇想。我哋嘅羅劇，你會唔會係同佢哋有關係嚇？因為都我哋嘅羅劇係講神講鬼嘅戲，企人邊一個難字，艱難嘅難，係因為其中有位教授咧同我講，佢研究羅劇咧，研究到走火入魔嘅，佢以後唔敢再掂嘅，係啊，真係可能有關係嘅，係咪？呢個非常之個音就似喎羅。非常之有趣嘅一個發現啊！希望即係我哋有啲學者們可以繼續去研究一下啦。咁我哋最後一條問題好嘛？有位觀眾喺嗰邊係。阿蘇先生，我想問一問你，你學能劇嗰時咧，有冇話定咗係要學男型或者女型或者係唔同嘅角色咧？另外2位公子會唔會係會入行呢個能劇咧？第3個咧就想問，究竟依家喺日本嘅人入邊，有冇人係希望晉身能劇依一樣嘢？即係學能劇嘅人多唔多咧？嚇？入行嘅問題。我尋日咧就我哋學咗2個禮拜啦。咁尋日我哋有個細細哋嘅 presentation 嘅，咁我都應該係決定做唔做能劇演員之前咧，首先要決定係咪要學日文，因為要一度唱一度跳咧，咁佢有啲 Q 位啊，唱到某隻字你要起啊嘛。但係我唔知日文嘅時候咧，我就純粹聽住啲咁樣，我就咁樣嘅啫。但係佢哋有啲同學咧識日文咧，佢哋可以好清晰地捕捉到嗰下嗰句歌詞嗰個字就代表要起腳啦。咁我都會問起腳，係啦。所以要學咗日文先，再諗做唔做能劇演員咯。我就我哋聽下桑田老師睇下日本嗰方面嘅情況又係點樣樣嘅。まず私の子供の話をしますと、うちの子供はもう本當に2歳ぐらいの時から能の稽古をしております。佢自己都有2個小朋友啦，咁佢咧2歲就俾佢哋學能劇㗎啦。今もう18、19、2人なんですけどなるんですが、私は子供には一度も能の役者になれとは言っておりません。咁我一次都冇同佢哋講話，你哋要入行啊，你哋都要做能劇舞嘅，即係純粹想俾你哋體驗明白呢個藝術形式係乜嘢一回事。というのも私が自分でなりたくて好きで、能の役者になったので、彼らももし能が好きで能の役者になりたいと彼らが選択すれば、それに向けてトレーニングをします。咁如果佢哋有呢個意向，即係話我都想成為一個專業嘅能劇嘅演員咧，咁我一定會教佢哋，但我唔會逼佢哋咯，即係必須要佢哋自由嘅意志，佢覺得好想入行，我就會教佢啦。もうそろそろ本當はね選択しなきゃいけない時期なんですけど、うちの子供は。咁所以即係我又唔係一啲世家流派咁必須要去繼承家業，咁所以佢都係一個自由嘅人。新しく稽古しなきゃ新しく入ってくる弟子なんですが、先ほど言いました通り能の世界ではプロの役者になるためには、師匠の家に住み込んで修行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という非常に難しいハードルがあるので、
大変後継者不足に悩まされております。咁能劇第三個問題有話而家多唔多人入行啦？咁頭先佢都有分享過，就係你要入行咧，最大嘅 challenge 就係其實你要喺師傅嗰度住幾年咯。咁呢件事係最大嘅門檻，所以能劇新入行嘅人咧其實係好少，所以佢哋都業界咧都係好苦惱點樣可以有一啲新嘅人可以加入到。ただね、能は専門のパートに分かれてるんですが、私は舞を舞うパートなんですが、楽器をやる役者とか、あと狂言とか脇というパートをやる役者は、国に養成をする機関がありまして、そこに入学すれば学校で勉強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そちらの方が、多分やりやすいかと思います。咁但係咧，其實能劇入面都有好多唔同嘅分工嘅，即係除咗好似佢咁作為一個主角或者專業嘅演員咧，其實能劇仲有要樂師啦，又喺隔離頭先都有講過話坐喺隔離8個唱嘅 chorus 啦，亦都有一啲去處理樂器同埋台前幕後嘅事情嘅人啦。咁呢一啲咧喺日本咧國家係有一啲機構去專門做呢啲 training 嘅。咁如果想入行咧，就係朝住嗰個方向去進入去容易啲咯。ただね、その學校も最近入学者が少なくて困ってるんです。但係佢哋都好苦惱，而家都冇乜人嚟學嘅。最後啦，輝哥會唔會有啲咩少少回應咧？我哋唔係人數嘅苦惱，好多人學，不過學嚟玩嘅多。咁所以我曾經講過一句好不中聽嘅説話，粵劇已經變成玩具，即係大家可以玩嘅。咁係咪想冇人知道好呢？定因為大家一齊玩好呢？我都好苦惱，玩住先啦。做好自己啦，一路玩一路做好自己。好啊，咁啊，今日就非常之豐富啦，嘅兩位老師咧就同我哋分享咗好多佢哋嘅經驗，好多佢哋嘅藝術嘅一啲精神啊，或者一啲思想啊咁樣樣。咁啊，好多謝我哋俾一次最熱烈嘅掌聲，多謝兩位老師先，係啊，咁好啦，多謝各位嘅嚟臨啦，我哋今日嘅座談會咧就到此結束㗎啦 ，thank you 晒。咁啊，最後咧我哋又有少少禮物有啲花咁樣送俾兩位老師嘅，咁啊就由我哋兩位猛男去代送啦，咁樣嘅。兩位老師影，係啊，兩位老師一齊影下，係啦。1、2、3，好，嚟多一個，預備，1、2、3 ，OK。OK，thank you， 多謝晒。咁咧，我哋咧不如咧請埋 Bobo 姐一齊嚟影緊 Bobo 咧，Bobo 姐好緊要啊 ！Bobo 姐係我哋呢一個今次講座嘅一個。冇 Bobo 姐冇今次講座。係啊，冇錯。OK， 辛苦晒兩位老師，多謝晒，亦都多謝鄭家幫我哋今日嘅翻譯，非常之精彩。